听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来平安。你有看我伫内面无？今仔日咱要去一个所在哦，但是其实我无伫内面啦吼，做侪人嘛会去啥物所在？一个古城对无？听讲遮已经啥物2000废吨啊，墟啊，哈，2000吨哦，这有厉害，比咱诶长城搁较久诶一个所在，对无？吼，而且吼，咱今仔搁要讲着一种猫仔会收水诶，有人饲猫仔诶无？我是毋捌饲过猫仔吼，看觅啊，迄个会收水诶猫仔是啥物款？有人看过无？真特别吼，而且即种猫仔听讲是迄个所在较有诶哦。啊，来，咱今仔要学诶吼，一个叫做即个慢慢安尼读啊吼，读几部反腐叫做反翻啦，反蚵，是反但是蚵还是咱应该反因为是翻译诶，所以 VAN 翻，反？你著直接讲翻蚵就会使啊，因为是翻译也不一定爱对字来讲。咱诶朋友来啊吼，美华水你好，毋知影你知影反蚵是啥物无？迄个叫反，翻毋是蚵啦，毋反蚵是蚵啦，是蚵，毋是蚵，即真歹念呢，反反反腐，翻蚵甲会收水诶猫。嘿，较会收水诶猫哦，有人看过无吼？会当甲咱留言吼，写一个吼。啊，即个听讲这是即个所在足侪国家有去过哦，有伫遮做啥物做过首而且做过因诶主要诶首都，毋过上第一个建立国家诶，就是乌拉尔图王国。是乌拉尔图王国是会当讲那对大船出来以后，第一个建立国家诶一个所在啦。就耶稣进前伫要1000担安尼吼。伫讲诶，就是讲伫主前到世纪，伫反俄诶地区建立，所以上届兴旺诶时阵是伫第7世纪迄个时阵。伊诶土地包括今仔日土耳其啦、伊朗啦，还有伊拉克啦、亚美尼亚啦，差不多拢包含伫内底，就是迄张图较乌诶迄个所在。拢是诶。即问即块迄点分做做红侪红，迄点就是安那历山吼，那会船是对遐出来嘛？会准咱顶礼拜讲诶对无吼？顶礼拜咱有讲过吼，迄个会记咧，安那历山。嘿，所以即个反腐就是伫遮吼，即叫做反蚵，我念着啊，毋是反蚵哦。VAN 反蚵。是，所以咱会当看着即个所在，对Google 地图看就是生做安尼啦。本来咱是为即个山吼，即个迄个那船停伫遮，咱咧讲亚拉山，停伫遮，咱今仔要来方舟所停诶迄支山啦。走来即个蚵，伫遮规个大片土地建立一个城叫做反城即个城比万里长城比中国诶万里长城更较早1000担。所以建城诶时阵，就是讲伫主前1000担以前，总是比长城更较久的，对，更较早。所以就是讲，足老，上头起先是乌拉尔图啦吼，上大先建立国家叫做乌拉尔图。是王国伊首都就今仔日就完成。咱今仔要讲的即个城市，就是上早变成一个文明的城市的所在啦。是，所以伊后来诚做亚美尼亚阿妈。对，亚美尼亚。还有足侪国家拢来伫遮灌过，亚述帝国啦吼，塞尔柱啦还有鄂图曼土耳其啦吼，拢有来过。但是因为波斯嘛是有来过。
本来主要是亚美尼亚对无？啊来迄但是个即摆住伫遮诶人会当讲，因为亚美尼亚若是因为20世纪诶时，因为互人灭族，所以因若毋是互刣死，就是走去别国。所以目前伫遮大诶拢是库德人较济啦。本地是用迄亚美尼亚诶人做标准，所以因诶建立啊啥货，较古早诶历史拢从亚美尼亚诶历史。你看遮个厝拢，咱想拢做目前是安尼啦，即个环城是生做安尼，富德拄啊的伫迄个城诶顶悬看落来，袂输像伫，像迄种空拍机安尼，其实毋是吼。你徛迄个城顶悬就好啊。特别爱介绍是讲，即只猫啊，敢若反遮腐遮上有名诶，就是猫啊，遮讲是土耳其诶国猫呢吼，因国家诶保护诶。因为拄去以外无人，但是我翕诶这毋是啦吼，因为我无去。目前吼，迄个繁猫是从有人咧家研究咧保护，伫遐繁殖的对。我无去遐看，我伫迄个反腐诶街路，就翕着即两只猫啊，我看伊比普通诶较大只，看到有哪作臃肿诶感觉。看伊诶骹粗粗诶，有较大只，迄身高有较悬，所以伫远看掠准伊是狗啊。是安尼，而且迄个伊为虾米做特别，就是伊诶目睭你知无？小可我翕着一只小可无共色诶。嘿，即伊诶两个目睭是无共色诶，一个青色，一个蓝色对无？青色就是。另外一只两类拢共色诶。嘿，嘛是有共色诶吼，青色也是拢蓝色，大部分拢共色诶。你若专门要遐看无共色诶，有可能你会失望啦。因为迄是特别饲伫一个特别诶研究诶所在，毋甘甲伊放杀去所以伫遐甲伊免甲伊繁殖。听讲即摆也要有100只。对，因为无百几只，因为进前讲讲啥物1992年诶时伊是剩90几只着所以国家较紧甲伊繁殖变成安尼所以伊伫即个有一个博物馆内面，博物馆内底真讲着足济做甲真水啦佮甲年代表几年做啥物代志，几年诶钱是安怎用诶几年去啥物拢有照安尼一年一年甲过去，先了解以后才入去看。内底你看有马车啦，有人普通咧织布啦，是讲有人咧普通诶伫厝内伫厝内安那咧烘羊肉啦。是所以因用即个图真好算你会看甲真清楚的讲啥物时阵安尼有几年诶事发生啥物代志，几年诶事佮进步到啥物代志。而且伊这再来见车，这是真诶人遐尼大吗？伊这是比例啊，伊照真诶人来做，因为做甲遐尼大只了，对伫博物馆内底。真神所以等下可能会影片看到最后影片，可能会当个加看看来咱来到即个古城，即个是古早迄个城，讲笑诶呢。伊海拔是1900，就是伊伫迄个湖诶边已经存在有2800年，伊比中国诶万里长城佮早1000冬啦。是，拢总用大地石头贴起来，所以愈大表示迄个国家愈强对无？是安尼对，因较早一定爱去，伫迄个城市你看边仔就是伊诶县城嘛伫迄个上悬诶点，就是起一个碉堡，这个碉堡就是若有敌人来，伊就较紧看着。伫遮国王就住伫真内面啦，较袂足早就互人掠去住伫内底。对因为欧洲即边诶做者城堡堡拢是为着要
迄个啥物讲，有歹人来诶时吼，为着要有歹人来是要安怎保护家己伫内面。拢是安尼起诶，拢毋是像迄公主王子安尼吼，安尼起好耍诶吼。所以内面拢有足侪，就是讲有厨房啊，吼，会当伫遐食，佮有房间，拢有，对无？啊，这已经剩啥物？剩一片，剩一寡壁，剩壁伫咧，啊，甲高高诶石头伫咧。哦，已经看无迄内面啊，就对啊。是。所以，就是伫因遐吼，遮拄好老师有翕着遮诶文字。即款叫做楔形文字哦，即款文字是上早发现诶文字啊。嘿，上早伫人类诶历史来讲，上早诶文字就即款。哦，是，所以伊是，有人去研究诶吼，毋知这有人迄个做新迄啥物埃及诶对无？毋知安怎读诶哦，这有厉害，规个拢是三角形诶，真是，吼，这看起来敢鱼仔呢？一只鱼仔、两只鱼仔、三只，有人会晓读这无？有人有看过这无？这因诶乌兰尔图诶迄个文字字母。字母吼，所以伊本来是去伫石头吼，就是对涂骹甲伊挖出来一寡物件吼，一寡古早诶物件。我做配合写成文章就是写做安尼。是，有人真正是安尼一字一字吼，啊，逐工去踮遐研究研究，会当研究出讲，即个是安怎讲诶吼，我感觉讲啥物意思？嘿啊，这真正是天才吼，有缘诶天才安尼。好，所以咱会想着圣经对内圣经看，咱目的吼，咱为什么要讲伊？因为咱对圣经看吼，差不多知影圣经内底拢有记载遮个代志。咱看着咱像咧讲汉古，其实圣经有记载，甚至伫还未代志还未发生，圣经就已经写得等。你像，所以就是圣经有讲着古列王吼，古列王就是咱讲的的西鲁士，叫做话讲基鲁士，啊话讲基流士哦，拢迄翻译的嘛，咱知影讲翻译足侪款的明星，其实拢咧讲的，就是即个。古列元年，第一当的是，就是波斯帝国，伊就创立，伊就甲巴比伦消灭，创立波斯帝国，是个差不多主前559到530年时统治，就是即个古列啦，圣经讲古列即个人，即个国王啦。咱来看以赛亚书诶历史诶记载。45章13节，我照公义兴起古列，佮要修直伊一切路，伊要去做我诶城，讨帮我受掠诶百姓，毋是为着价钱，也毋是为着报赏。这是万军诶耶和华讲诶，万军诶耶和华就有代志未发生就先讲，叫先知写起来。伊就讲将来有一个古列，即个国王，伊要讨，虽然伊是外邦诶，伊毋是讲无甲犹太人共款诶信仰，毋过伊做国王以后，伊要讨帮以色列诶民倒转去，定在建立耶路撒冷诶城。这是讲了后，以赛亚书讲了后，咱个读圣经里200章了后。历代志36章23节，讲波斯王古列安尼讲，天顶的上帝耶和华将天下的万国赏赐我，佮命令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甲伊起殿，恁中间见若做伊的百姓通上去，愿耶和华伊的上帝。甲伊伫咧，你看伊诶上帝，迄毋是伊家己诶上帝，是伊诶，毋是我诶，毋是咱诶。所以伊是信仰无共款，毋过
伊就安尼头目，就是照圣经的语言安尼，照安尼来做。对哦，所以足久以前就讲，有一个王，伊要来起我的，要来帮忙起我的殿，对无？圣殿啊来200当了后，真正有一个王，是起一个，安尼最厉害，就是讲无人会当。相关啊，没有什么人形容，没有什么人随便老师，拢是固定的。真正迄算命可能会当算100当啦，吼，就足厉害。这是200当、几千当，规个圣经吼，旧约拢咧有预言，有言迄个耶稣会出世的代志，所以拢是几千当的代志哦。这敢若真正是真正的上帝较做会到的啦。所以即个就是迄个岛对无？听讲是一个一个。即个是迄个古城堡。古的城堡，就是伫岛顶边啊，伫迄个湖的边啊。这当然这是伫湖边，环湖的边仔城叫做环城嘛。环城的边啊，较悬的所在就是做一个古城。是，所以就是讲，咱搁读一摆，叫做环。较类似，就是讲城堡的意思啦。对，所以咱会知影即个吼，会搁读一摆，拄仔老师教叫做番屋，毋对哦，毋是番屋，叫做番屋。番屋。有人会晓读无？咱先来看老师录的即个影片哦，做伙来欣赏。老师翕即段的时吼，袂记开方阵对吧？所以感觉第一档咧叫，这就是为迄个旧城爬起旧城吼，这1900公尺呢。海拔啦，海拔，其实这拢是算伫山顶。这拢山顶，这个湖嘛是算是。山顶的湖，山顶的湖。后礼拜老师会搁介绍这个。后礼拜来介绍这个湖。这就是拄仔咱看到的一个文字吼。所以入去先了解这个历史吼，了解讲你等下要看啥。这是课的老师拢会先甲学生讲，今仔日咱要教啥哦。所以伫即个博物馆吼，你嘛会当了解到因规个历史吼。迄阵已经有陶器，那是石器时代，新石器。用灰啊，叫做灰啊。灰啊做碗、做被啊、做屁股、做翁啊。做翁啊，迄阵嘛是有色的观念，就是湿地的观念。对哦，咱的朋友讲看起来会型，当做你迄个飞机，嘛做者气棍。这是石灰岩。这是因的英雄啦，顶悬哦，伊较有一个人，迄个囡仔就是伊刣死的。
这就是拄则看到的迄字啊吼，这全部拢是三角形的，真厉害。三角会当做足侪字吼。为什么因遮尔爱三角吼？有人知影无？甲咱讲出。就是泰国人伊做爱箍迄个圆啊吼，圆的物件，所以因的字拢足侪箍，足侪圆，箍即边箍迄边。这个国家是做爱浮雕哦。这是巴比伦时代。这是因的春天咧穿。伊个可能是上大的一个王后吧。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战神。要不敢爱求一点仔神？那个什么电影，演这种浮雕的，去做一个宾馆。迄个蒙阿人，伊看到一个卡通，做一个浮雕，变形。伫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上早的玻璃，几千吨的玻璃，伊迄阵就会晓烧玻璃，表示因的文明还是不灵。因遮敢是这算湿壁画吗？这拢伫教会内底、教堂内底壁画。这就是咱后一摆要讲的。后礼拜要讲的一个圣时教堂。真水的一个教堂，去湖的顶悬，一个岛顶悬的。无论什么时代的人，会早人拢做爱灯塔较水的。观众朋友，你拢爱做一款的吼，那有爱这款复古的。现在都不是鲁俗。对嘛，做侪人，真侪人。结束，感谢。真欢喜，今仔日老师给咱介绍这个。番蚵，毋是番蚵。番蚵。我练几部呢？番蚵的番鸟，这个鸟是会游泳的哦。拄仔美华子讲，袂，这伊毋捌看过，我嘛捌看过。这个鸟啊吼，毋但是目睭的色、两蕊无共色，而且伊阁会晓游泳。这一定吼有机会一定爱来看觅下吼。所以其实咱的上帝创造的物件吼，是咱想袂到的足济吼。看到遮爱去家己饲一个赞，因为咱拢知影鸟啊会游泳啊，对无？所以后礼拜咱继续来了解即个蚵，听讲是上大的什么咸水蚵啦，咸水蚵。土耳其上大的咸水蚵。是，所以咱后礼拜同款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搁做伙来讲故事。其实我今仔是伫老师的楼顶对无？今仔的网络敢有较好？因为咱伫同一间厝内面吼，无共所在地方好。多谢咱的朋友，咱后礼拜再会，大家平安。平安。